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台南市举办国际美食的论坛，邀请到专家来分析到国际上对食材、对品质等等整体规定，要来提升到台南的传统美食，为明年的米其林的评比来做准备。台南市政府观光局为着要应付米其林指南，甲台南的美食点心来要去评分，所以举办2021台南国际美食论坛，邀请6个专家进行专题分享，分析国际对食材、品质、美感、服务和未来趋势看法。那主要呢，其实我们也是希望说，一方面也可以让大家理解。在国际上面，他们怎么样来看待这个美食之都的台南？在台南国际美食论坛，市长黄伟哲来到会场，和友邦国家的大使分享台南美食的经验，希望透过这场论坛，让台南的美食品质会当进步提升，让愈侪间餐厅和传统的点心会当摕到好成绩。怎么样让台湾的美食之都能够让世界看见？就要透过米其林的观景窗。透过米其林指南。市府观光旅游局讲，举办台南国际美食论坛，主要是为着明年米其林评分来先做准备，让业者知影未来趋势，嘛，让台南好食物件会当徛起哩国际舞台。